了后，将军区特别进入红菜头的采收期。将军农会办理红菜头参园体验活动，要让民众了解做事人的辛苦，还有红菜头产业。农历过年了后，这个将军特别进入红菜头这个采收的季节。农会就配合这个采收季节，伫2月19减20来，办理着红菜头的体验。除了当办红菜头，嘛有提供农产品的优惠，佮会使用农游券。另外，嘛有安排游戏活动，真趣味。我拢有做一个促销，爱当提供互这个游客来采买。活动时间伫2月19到20，即马嘛开始开放报名，要邀请民众做回来熟悉将军地区的农业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